们会讲英文的"我爱你"会讲吧？会吗？怎么讲？日文的呢？好，那个好，我吧。沙，我知道啊。沙拉面。沙拉面。模模糊糊的，这样。会啊，就谈恋爱都用得到嘛，很浪漫。那你们会讲阿美族的吗？不会哦，没关系，请你老师教你。阿美族虽然是表面上给人家的印象都是热情啊、大方啊，然后母系社会的，但是真的要谈恋爱的时候，好像是很含蓄的。我告诉你，我们的"我爱你"怎么说，叫做"马乌拉海卡布迪苏安奈"。啊，太长了。马乌拉海卡布迪苏安奈。很长哦，我不知道，我在想说，以前我的爸爸妈妈怎么谈恋爱的？万一他还来不及回应，马乌拉海然后就走了。啊，赶快滴，讲没有，我爱你还比较快，我爱你。但是其实马乌拉海卡布比喜欢的人，如果要真的要分开的话，就是马乌拉海是喜欢的意思，卡布是我。比苏安娜就是你的最高级。我只喜欢你最高级的女人，这样有没有？因为我们没有爱这个单字，好难哦。就是喜欢的最强烈的那个你，就是爱。这样懂了哦？马乌拉海卡布比苏安娜。不相信我教不会你。老师教学时间，来 PowerPoint 请看。马乌拉海，卡布，比苏安娜，看到吗？我们还有快速记忆法，来请看。好。我刚才是不是刚讲的？马乌拉海，卡布，比苏安娜，回答哦。好，这是阿美课，阿美语言课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上音乐课，好吧？这样你们会讲的对不对？还要会唱哦，现在我是音乐老师啊，这样你怎么唱啊？这样比较浪漫，我去。大家学这个啊，开始啊。老师这边有这个，老师有准备，每个人都有。这个叫做电班，你们有吗？好，谁没有？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有吗？有吗？你就看到了。有，看好要唱到。好了，有吗？然后。
对，请证明你是凭票入场的。对，票口的赶快刷一刷。来吧。我们开始喽，好不好？哇，教得很好哎，你这发很棒很棒。好，老师会加油，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？好。说我爱你。
第一次听到这么多人讲母语，你们好亲切哦。好，希望保持这样好不好？我们当做学法文嘛吼。